又對最親嘅人發脾氣，又應承咗啲自己做唔到嘅嘢，又拖延到最後一刻咧。點解我總係不斷重複咁犯埋同一樣嘅錯？就好似有個劇本咁嘅喎，你冇估錯啊，真係有個劇本㗎。而呢個劇本嘅驅動力就係你所屬型號嘅深層恐懼。你所有重複嘅行為其實都係一場徒勞嘅嘗試，因為咗嘅就係因為唔好再掂到呢個恐懼。例如一個2號，佢哋嘅深層恐懼係冇能力咁吸引你，所以佢哋會不斷咁重複過度付出啦、過度討好、不懂拒絕嘅劇本。潛意識就想用呢個方法去確保自己嘅位置。一個8號，佢哋嘅深層恐懼係變得冇力量，變得好弱雞，所以佢哋會不斷咁重複掌握一切啦，要表現強硬嘅劇本啦，去確保自己嘅力量存在感。但問題係呢啲行為唔單止保護唔到你，反而會令你嘅恐懼成真。2號付出到枯竭嘅時候，反而會俾人覺得理所當然。8號太過強硬，反而會激起更多嘅對抗。呢個就係你哋人生嘅輪迴啦。解脫嘅唯一方法唔係去改變行為，而係勇敢啲望清楚你一直逃避緊嘅恐懼，然後去接受佢、接納佢。當你咁直視佢、接納呢個深層恐懼嘅話，佢就冇能力再控制你，你嘅重複犯錯、重複錯誤就會停止。